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帶大家去一去長沙灣興記豬雜專門店試一試。佢呢間嘢聲稱每日採用新鮮豬雜喺屠房攞貨，今日就試呢個 menu 上面呢3個推介。坐低第一輪，先試佢個鎮店之寶頂級黃沙潤公仔麵。佢個湯底係胡椒湯底，個辣度啱啱好，比起元朗合籠比較清一啲。成碗麵大約有4-5件豬潤，目測都有10mm 厚。可以試埋佢嘅獨家辣椒豉油。塊豬潤個口感好粉好嫩滑，成碗湯係冇泡噶，唔似維記豬潤嗰啲成碗麵都係泡，麵係好似溶咗出前一丁。成碗麵我覺得係幾好食噶，一讚。第二彎試下佢個冰鎮豬生腸，叫咗半份，賣相其實麻麻，攞出嚟鋪喺冰上邊，可能係見慣平時掩開式嗰啲豬腸，要快啲食。如果唔係啲冰變晒水，就會浸晒啲豬腸。再飲啲 wasabi 豉油食，整體其實好彈好爽，裏邊仲有啲脂肪，唔太差嘅。呢個可以叫半份試下，越食越多人，全場爆滿。第三彎試埋佢個足料豬雜王，叫咗油麵，成碗麵都幾大碗㗎，50蚊抵食，都係胡椒湯底，佢有辟腥嘅作用。先試嚿豬腰，佢冇乜豬雜嗰啲臭味同埋尿鴨味，係洗得好乾淨。整體各方面啲豬雜都係好爽，有鮮味。成碗麵真係好多豬嘅不同部位。佢個油麵就正常發揮啦。佢呢碗麵真正係食到豬雜嘅鮮味，有時可能唔使點辣椒豉油。食完後個感覺，覺得佢呢度啲豬雜係真係新鮮嘅，唔係雪藏貨，同埋真係洗得好乾淨，冇乜豬雜嘅腥味。整體嚟講係做得唔錯，鍾意食豬雜嘅朋友可以嚟試下。好啦，今集暫時講到咁多，下集再見。請大家讚好、分享、訂閱，多謝支持。